关怀、疼惜。咱的教会伫上帝的看顾甲引带下面，咱今日会通服侍咱的社区，服侍这个城市。咱感谢上帝恩典，到伫如今，耶和华上帝拢帮赞咱，咱所需要的恩典，伊拢赏赐互咱教育，因为伊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咱的需要伊拢知影，伊一定会伫一切事上继续帮助咱、引带咱。所以咱同齐伫主的面前来感谢，感谢主赐福过去2025年，今仔日是2026年第一个礼拜，愿上帝继续赐恩伫咱当中，保守引带咱，互咱迎接2026年的时阵，犹原伫上帝的听，继续向前来迈进，并且宣告2026的阳光要赢过早前所有一切阳光，迎接上帝赐福互咱新的一年。开声来感谢，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你的恩典伫阮的身上来成就。你伫2025年赦免阮拢总的罪过，医治阮、怜悯阮，到伫如今保守引带阮，互阮甲你相同行。主，我要感谢你所赏赐我一切丰盛的慈爱。主啊，保守引带我伫你的面前，互我靠主你继续伫你的面前来服侍你，甲主你相同行。耶和华，你是我的主，我的上帝。恩典对你所来，怜悯对你所来，阮所需用的一切，你拢赏赐到遐，并且要继续引带保守阮，互阮甲主你相同行。独独你是阮的主，引带阮伫一切事上，真做阮的扶持、倚靠、徛起活命的原因。感谢主，伫2025年扶持赦免所有一切罪过。2026年迎来新的恩典，互安乐圣教会，就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继续活伫主你的面前。主啊，你亲自带领，你亲自赐恩，用你极大的能力扶持劝顾伫你的百姓当中。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于你，平安喜乐疼痛归伫你的众百姓。主，愿感谢而乐你，也为了今日早起。伫主你的面前，三甲做伙来敬拜，阮来感谢主，继续引带阮、帮助阮。伫兄弟姊妹，逐人安尼对着吊阮的路来的时阵，主啊，你互阮的晓得孝顺你的恩典，对主你来行，对心内底生发一个敬虔的心，回应主你的听痛，照主你所讲，阮安尼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愿上赞荣光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耶和华上帝，愿感谢你的听痛，保守看顾2025年，赏赐一切丰盛、平安、稳定甲听痛。照你的话所讲，既然你应允阮的，拢要实现伫阮的生活当中。对安尼，阮用着信心甲感谢，迎向2026年。相信伫这个年内面，主，阮也要甲你三甲同行，伫你的恩典、伫你的祝福的日子，主，阮来领受对你所来活命新的恩典、权柄甲荣光，就是你应允赐福互你的教会的，照着你运行伫教会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阮所求所想的。宣告2026年要带来一个新个荣耀的一年，赢过去，祝你显明伫安乐圣教会的一切，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报案兄来报告，谢谢。各位兄姐，平安。安。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今仔日第五堂主日崇拜，古营的儿童主日，这个学校
的这个校长就任职，感谢李维军校长过去伫主日学尽心的侍奉，愿上帝赐福纪念甲报答。新任的校长由蔡丽恩、瑞恩，兄弟的责任，敬请兄弟持续为着教会后一代的这个教育来守望。第二，今仔日主日崇拜要来鼓应新任执事的就任式，由牧师员姐妹谢春芳兄弟来责任着新任的执事，敬请兄弟持续为着执事会的侍奉来带导。第三，今仔日教会传道要前往着东明信教会来正道，请兄弟为着牧者的侍奉，这个这个往回这个交通平安来带导。第四，今仔日1月1日下晡1点伫教会3楼要来召开礼拜堂的修宪会议，是执事会，请各位执事甲修宪委员注意着时间来出席。第五，2月初2至初6就是拜1至拜5，伫教会要来举行着儿童的冬令营。相关的资讯也伫即个公布栏伫教会的即个群组，欢迎着兄弟邀请着任捌的囡仔来参加，请向孟城传道来报名。第六，2月初7礼拜6中昼12点要来举行全教会联谊聚餐分享会，地点是小西门里活动中心，敬邀兄弟踊跃来参加，以一个家庭一个菜的方式来进行，请至招待着来登记报名。第七，2026年教会年度行事历公布伫教会公告的群组，也有即个纸本放伫即个招待桌顶悬，敬请兄弟来注意，有留时间参与着教会各项的事工。特别新年度个人的奉献地将伫后礼拜起要来发放。今仔日需要奉献地者请会当使用着旧年度的奉献地，或者是所属着临时的奉献地造成的不便，敬请见谅。咁有补充报告？无，即时要请敬拜乐团。哈利路亚，来，甲咱心爱兄弟姊妹讲，感谢主，享受新的一年。感谢主，享受新的一年。阿门。伊是听的主，伊的听堂稳定，永无止线，到当经过拢平安，实在是伫主的听内面。来感谢主，来学了主，咱三个起立来吟唱，到当经过拢平安。日望求主，人带帮赞。到达经过拢平安，我心深深耶稣稳定，不惊将来的试炼。天父上帝主爱奉献，人民保护永无停，正面服务一切挂路，完全交托我求第一站。日望求主，因带帮赞，到达经过拢平安。我心深信耶稣坚定，不惊将来的试炼。天父上帝主爱奉献，人民保护永无停，前面所有一切挂路。完全交托我求主，不是软弱，主就满过，存一生就来辅助。所以我心时刻感谢，得到耶稣就高雅。无论何大的大城市，也是迄个的向你。欢欢喜喜，准备成灵，愿意随时向前行。求主耶稣快要再来，应该景色上等待。世间路程搁无偌久，就会得见我温存。受一体照升到天国，无有永
安乐，欢欢喜喜，甲主徛起，永远享受大福气。感谢主，因为伊是听的主，咱若是甲主相同行，就会有平安。无论徛起伫什么所在，主应允。欢喜甲被徛起顺探伊的命令，咱就会当享受大福气。圣经内底讲，撒母耳伫但甲拔示巴当中来徛起一粒石头，顶悬写讲以便以谢，意思就是讲到如今耶和华拢帮赞咱。对下来，咱搁再一届用这首的诗歌，同齐来见证，同齐来感谢。到达经过拢平安，日望救助，因带平赞。到达经过拢平安，我心深信耶稣稳定，无惊将来的试炼。天父上帝主爱丰盛，人民保护永无停。证明所有全体外路，完全交托我救主。有时软弱，主就看顾，存以成就来辅助。所以我心时刻感谢，一定耶稣。无论繁华的大城市。也是彼的兄弟，欢喜顺服天父命令，我已随时向前行。救主耶稣，快要再来，应该应声上等待。世间路程搁无偌久，就会得见我恩主。受一体就升到天国，满有荣耀及安乐，欢欢喜喜，甲主徛起，永远享受大福气。救主耶稣，应声上等待，世间路程。搁无偌久，就会得见我恩主。受一体就升到天国，满有荣耀及安乐，欢欢喜喜，甲主徛起，永远享受大福气。哈利路亚！来，甲身边兄弟姊妹讲，欢欢喜喜，甲主徛起，再讲来。欢欢喜喜，甲主徛起。永远享受大福气。永远享受大福气。请坐。咱的主是听的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拢无改变。咱唱第一节、第二节副歌，了咱再个唱第三节、第四节副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都无改变。仍是有荣耀后人，优秀多稳定。无论高低自小人做，一直拢在听。安慰比上天将丰盈，荣耀归属名。原来主是世人朋友，因世人受命，环境接受耶稣救赎，一切经体会。主马公我。
归主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主无改变，伊是咱的力量，永远疼惜咱的主。主的世上小小月亮，你的人白听，咱那天天在痛苦，要疼救。你不免忧虑，主啊，有因主万天天，愿意转小路，永恒可听，救主迎接，扬袖主的名。随便主无改变，荣耀归主名。昨日、今日，对我永远，直到无改变。万里随便主无改变，荣耀归。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万里随便主无改变，荣耀归主名。昨日、今日，依靠永远。都无改变，万里随便主无改变，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同心来祈祷，感谢上帝，宣告上帝的救恩，伊的疼痛永远无改变，要保守你今生今世，也要引带你直到见伊的日子，对伊得到称赞。同齐来祈祷，来宣告，请。哈利路亚！圣哉，圣哉，你是主，是上帝。伫阮的活命内底，引带阮，赐阮伫阮，主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无改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主啊，你的疼痛永远伫地，你的信息是阮大细定办，你的怜悯，你的看顾，你的赦免，是阮活地的基础。主啊，帮助我，赐阮伫我，继续引带我，互我伫你的内面得到完全，互我伫你的内面得到稳定。互我对你来行，互我成做你的欢喜的之路。主啊，我要感谢，要学了，要宣告，要讲，因为你的慈爱，你的怜悯，直到
到当得到这个永爱的远无改变。宽变，主啊，将一切颂赞而乐、荣光归予你。你继续赐阮伫你的百姓当中，人类的历史无团结，独独上帝听话的基督。主啊，我要感谢你，是你的命定成就，是你的应允成就，是你亲自和一切伫你的面前领受。感谢主的恩典，愿感谢而乐颂赞伫你的面前，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昨日、今日、日後永遠，一都無改變。萬里雖變，主無改變，榮耀歸主名，榮耀歸主名。堪得受一切恶乐，伊的疼痛永远伫地，万米虽变，主无改变，伊的疼痛永远伫地。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用上帝慈悲劝勉恁，就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上帝所欢喜的。愿咱会更加听主，咱的主，我的主基督。同齐起立来吟第一节。愿我的我听你，我主基督，为了基督谦卑，求你赐福。我心困着无你，我苦
亲爱的查某囝，你的心无伫看路，因为你行过的所在，我伫遐。你毋是甲一个人面对问题，我的确要甲你同在。
因为你听我的心，我已经业了。你的事奉我有看见，我要存我的圣手，依伫你到完全。我是你的上帝，耶和华沙龙的上帝。我享受平安，伫你病痛软弱的时，伫你艰难困苦的时。我的平安是你永远的依靠，这个平安世间无人会当予你，也无人会当夺去，因为我是你的主，我宝贝你，我疼惜你。主耶和华，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疼痛，直到如今，你拢帮助阮。你大能的手骨是阮的盾牌，你的信息为阮征战，你的疼痛伫阮的心中，你引带，你照顾，你带阮影响2026年，你赐恩伫你的百姓当中，愿一切上赞而乐荣光拢归乎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当心来上读主祷文，愿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仔日赏赐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咱要同齐来上读启应文，用启应的方式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圣经讲，口唱心和，彼此应声，用安尼同齐做伙来敬拜。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道路，无坐侮慢人的位。这人有福气，伊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无孤单。歹人并毋是安尼。因此，当审判的时阵，歹人要徛你不住，因为耶和华知影义人的道路，歹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阿免。上帝赐福，见若听，佮遵守伊话语的人，通互上帝恩典伫咱的身上。义人的道路伫耶和华上帝面前蒙保守，罪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咱同齐掀开周报第4面，咱来上读本周主要的经文，以弗所书第2章10节到17节。咱同齐做伙来上读，请。咱原是伊的工作，伫基督耶稣来做成的，为要互咱行善，就是上帝所有备互咱行的。所以恁应当纪念，恁早前照肉体是外邦人，是称做无受割礼的。这个名原是遐个凭人的手，伫肉身顶面称做受割礼的人所号的。迄时，恁甲基督无关，伫以色列国民以外，伫所应允的自约顶面是局外人，并且活伫世上无有指望，无上帝。恁早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伫基督耶稣内面，靠着伊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伊互咱和睦，
将两下合而做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用家己的身躯废掉元首，就是迄记伫律法顶面的规条，要将两下借着家己做成一个新人，安尼便成就了和睦。记伫十字架顶灭了元首，就借这十字架，互两下归做一体，甲上帝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互恁远处的人，也互迄近处的人。搁再一届，咱三甲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因为你拯救阮，互阮有一个荣耀的使命，要来传和平的福音。互远处的人，也要互迄近处的人，通过今仔日的信息，恳求亲爱圣灵来引带、开启阮的心，互阮明白你的心意，并且照你的心意传福音、和平、平安的福音，互遐远远的人，也互伫阮身边的人，阮同心感谢、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段经文牧师已经讲过2届以上。了，伫这当中呢，甲咱讲一个代志，咱原是伊的工作。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要互咱会通甲以色列人三甲做伙，伫上帝约三甲有份。所以圣经讲，咱是伊的工课。耶稣基督伊的工课就是甲罪人带倒转去，开一条路，互罪人会当倒转去到上帝身边，成做上帝的儿女。因为过去上帝并无甲咱这外邦人三甲做伙立约，上帝只有甲以色列人立约。但是耶稣基督成做犹太人，成做以色列人，伊来到世间，互伊成做世间人，上帝囝成做世间人。互世间人会当成做上帝囝，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上界重要的工课。了，伊安尼做啊，借着教会建立教会，伊借着教会来使用，互咱会当将到这一份上帝的囝所带来的救恩平安，也借着教会，就是你，就是我，安尼来分享伫咱身边的人。圣经真有意思，讲这样代志，讲咱过去是无受割礼的，咱是外邦人，甲基督的约是无关系。了伫上帝所应允逐样的福气，就是上帝的救恩、上帝的赏赐。圣经内底，亲像咱谈拄仔讲的，义人的道路，伫上帝的面前得蒙福气。咱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照讲，咱遮的所有一切的福气，咱拢总是无份额。但是上帝透过基督的救恩，将着遮的恩典赏赐予咱。咱原本是罪人，但咱因为耶稣基督称做义，因为耶稣基督替咱担罪。咱原本是死后就灭亡，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对死搁活。借着咱的相信，咱有永远活，会当倒转去到上帝身边，永远的活命。过去是灭亡，即马是永远活，这是上帝的约。所以咱伫这个约的顶悬三甲有份。过去咱的地面上的福气煞，咱就无了。但是上帝用永远的听，并且上帝应允，就是遐无有儿女的，上帝讲，比遐有儿女的。儿女也搁较济，就是讲，虽然咱无地上的产业，但是咱伫上帝国有永远的产业。咱伫地面上无看见咱的儿女，但是属灵的儿女会比着遐有搁较济的儿女，有家己肉身所生的儿女的儿女也搁较济。我听到一个见证讲，一个牧师呢，伊来牧养呢，教会内底大概呢，对着伊牧会30几岁牧会。一直到今仔日，伊已经60几岁。了时阵，伊无生囡仔。有一天的时阵，因一寡牧师群伫遐彼此伫遐讲来讲去。了后呢，就讲某物人伫迄个所在，因就讲因的囡仔伫倒位，伫倒位。了因发现讲这个牧师伫遐呢，上就讲歹势
袂记你无囡仔，我安尼讲。了，迄个牧师嘛真自在讲，啥物你咧讲我无囡仔？我你讲我自30岁迄阵啊开始牧养，牧到即马叫我牧师爸爸超过300岁，我囝比你较济。哦，亲爱兄弟姊妹，所以有影，所以上帝互咱有遮尔大的恩典，通过伊的救恩，所以上帝应允啥？你看伫迄个所在，上帝甲亚伯拉罕讲：我要互你的子孙像就啥，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但是亚伯拉罕有得到遮无？上帝亲自今仔日甲咱嘛算入去伫亚伯拉罕的约内底。所以圣经讲，肉身做以色列人的，毋是真以色列人；心内做以色列人的，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所以咱伫上帝约内底有份，上帝所应允逐样属灵的福气，咱也有份。咱的怜悯，咱的施舍，咱的原谅，咱有口才，咱有传福音的权柄，上帝平安和平的使者，以马内利的使者。所以这的只有咱借着基督，咱来得到了。圣经讲，上帝毋是要定咱的罪，乃是要互以色列人甲咱这外邦人，拢会通成做上帝的囝。咱伫上帝所应允以色列人的约顶面，咱拢三甲有份。耶和华伫迄当中讲，伊是以便以谢的上帝。过去咱伫这个以便以谢顶面，咱是无份嘅，但是今仔日咱会通讲，到如今耶和华拢帮赞咱。咱的上帝讲，伊是耶和华沙龙，就是过去咱无有天父，咱的人生是迷茫的，咱行轮回，咱毋知要怎样，咱要对倒位去。但是今仔日上帝亲自互咱耶和华沙龙，就是伊互咱永远的平安。伊是平安，即马平安，昨平安，昨日平安，以前平安，并且直到永远，伊拢总是平安。咱若甲家己放伫主的手中，安尼咱就有永远的平安。以前有一个人讲了一个真有意思，伊讲：你摕一张纸来，你真容易，你真容易。若是有人爱你，就安尼甲穿过，了后你就穿会过。但是你要怎样，互即个纸无法度互穿过呢？一个囡仔真巧讲：来，牧师，我甲你讲，你甲即张纸吼，安尼甲伊刻伫遮，来，你看你穿你会过无？来较大力来穿看卖，你穿愈大力啦，你就受伤愈严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有靠山，咱有倚靠。过去咱是无，但是咱今仔日有。咱的倚靠就是永远坚固的石盘，咱的主上帝耶和华、耶稣基督以及迄一位感动咱的圣灵。今仔日圣经讲是，咱得蒙遮尔大的恩典，毋是要家己独占。圣经伫这个所在讲，既然伫十字架顶灭了完受，就借着十字架顶，互两下成做一体，甲上帝和好。就是以前咱是离开上帝远远，但咱即马有恩典会当行倒转来，甲上帝三甲同行。了后，上帝讲，咱安尼甲伊和好，一个上界重要。17节，咱过来读一解来。17节，咱过来读一解。预备，请，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互恁远处的人，也互迄近处的人。亲爱兄弟姊妹，17节的和平的福音，甲15节后壁迄个所在，成就了和睦。和平甲和睦这两个字，拢是同款的。伫人甲人当中，合作和睦；伫人甲上帝当中，合作和平。伫所有万物拢伫伊应该有的位置顶面，这叫做平安。所以这三个字其实是同款的。人甲人当中是和睦的，和睦彼此相和。人甲上帝当中，原本咱甲上帝是对敌的，但是即马是和平的，咱毋免阁惊上帝。伫万物所有的物件，这个试落会震动，琴弹落有声，人讲话会声，会出声。无安尼，互做平安。今日原本是牧师娘带诗歌，但是尾啊换我带，这就是叫做无平安。因为伊的咽喉感冒，所以无平安。但是上帝
互一个代志来有一个人通好代替，这就是啥？或者平安。哦，所以就是上帝调度万项代志，互大项代志拢总伫伊应该有诶顺序，有补救，有稳定，有疼惜，这或者平安。万项物伫上帝管理下面，这就是平安。所以咱是要来传和平的福音，和平就是咱甲上帝当中的关系。安尼，这个真重要。咱的任务，咱是有任务的，就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互像远远所在的人，阁互像近近所在的人。所以远的甲近的拢总有。今仔日牧师的讲道大概就讲到这尔，过来咱就是要看故事啊，听故事啊。咱爱甲上帝靠了搁较近，咱要怎样甲上帝靠了搁较近？就是借着祈祷、读圣经来敲找上帝。咱爱敲找着上帝，咱的活命爱甲上帝相连。上帝讲啥，咱就会晓去做啥。我真感谢主，那咱的小组有真侪兄弟姊妹，咱各小组内底，咱的兄弟姊妹会读圣经，因会汇报，伊今仔日已经读完成圣经，伊今仔日已经有抄圣经。我知影到即摆抑阁有人咧抄圣经，有的小组抑阁咧推抄圣经。有的兄弟姊妹因的小组无推抄圣经，但是伊嘛继续咧抄圣经，即拢是真好的。敢若有一个目的，敲找着上帝，甲上帝三角见面，甲上帝三角同行，并且要靠了搁较近是啥？要甲人靠了搁较近，时常做伙彼此了解，互相相接纳，知影性就会当徛起，知影伊的心才有法度三角同行。所以咱需要甲上帝靠了搁较近。另外一方面，咱也爱怎含人三角靠了搁较近。伫当行天路这条的道路顶面，咱无应该成做独行侠。哦，咱袂当成做独行侠。你知影？古早的时阵是出布地，或者六合三甲团，对无？六合介厉害，但是边仔阁有三个人啊。苏彦文有介厉害无？介厉害，但是伊边仔嘛阁有人，老三。合要两起的，但毋知佫一个啥，我袂记哩啊。苏彦文嘛，六合身边嘛是有三个人啊。吼，天生善人，个啥？怪脑主，佫一个啥？我嘛袂记哩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啥？你一定爱是一个团队，你毋是该孤一个人行，听我意思嘛？所以咱爱三甲同齐做伙。天生善人吼，定定爱甲怪脑主怪。怪脑主吼足食报的。了的时阵哦，迄哦，若是有边仔有迄个歹人来的时阵，天生善人哦，其实功夫介厉害，但是伊拢足低调的。了的时阵哦，伊就甲怪老主讲：好，那我看吼，全世界吼功夫上好，就是你怪老主。迄简单你才知。好，若要拍这个歹人哦，我看哦，干那你才有法度。若像阮其他两个，阮走倒来，哼，你早你才知。哦，就讲。了的时阵，天生善人就甲咱安尼吼，安尼欢迎哦，阮先来走，换你去啊！所以食饱安怎，就互人含卖安尼啊。但是怪老主真正介厉害。亲爱兄弟姊妹，我要甲各位讲的就是讲，咱需要有朋友，咱爱同行。天生善人知影啥啊？知影怪老主的心，知影伊的性。这怪老主互怪，但是伊功夫嘛介好。伊去拍赢转来，就甲天生善人念。念了，天生善人嘛，甲伊讲，我著甲你讲，你著讲好啊，就讲好啦，后盖安怎？甲天生善人妹妹后盖嘛是安怎？继续去互伊怪所以知影性就会当同徛起，知影心就会当彼此相同行。咱同齐来做这样代志，传和平的福音，互远的所在的人，也好近的所在的人。感谢上帝的听堂，这是咱的主日学实在是真大的恩典。今仔日，咱主日学的校长伫当中呢卸任了新任的校长要上任咱搁再一届感谢上帝的听堂。慧君校长伫倒位？伫遮，来，慧君校长，咱感谢谢谢，多谢，请坐，谢谢。等下的时阵，咱有一个感谢的礼，咱感谢主了后，咱有新任的瑞恩校长来，蔡瑞恩伫这个所在拍拍感谢主。谢谢，请坐。咱感谢上帝的听堂，伫主日学内底过去到现在，咱的主日学伫台南市算有名，
虽然咱的人无真济，但是我相信2026年一定会愈来愈济。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咱同齐三甲做伙你厝边隔壁若是有囡仔，该带来主日学，这就是啥？这就是咧传和平的福音。咱就是正做一个使者。你看咱的囡仔，因伫当中所做的，因伫遮有真好的佚佗，培养因的品格。因来伫这个所在学习侍奉，来伫这个所在会晓实现。了，并且你看咱的团队伫这当中过去到现在，有时阵我有看这楼顶这都毋是干那囡仔尔，你有看到？这真侪家长拢嘛一个所在，后盖咱这可能爱开做亲子主入学这是一个真大的稳定，真大的疼痛。咱感谢主的疼痛。了后咱佫有加乐小组因这家乐小组是少伟传道甲孟春传道因三个做伙出来。伫这当中呢，因嘛对着这个咱教会有真大的这个帮衬甲服侍，真侪工课是因做的你看，这2位是今年圣诞节的主持人，这是幕后的服侍的侍奉同工。所以你佫看这是乡北小组，这乡北小组也无咧创啥，拢一日干咧食饭的款。无啦，这敢若年底食一届尔，这我载因去的，我知影。并且即届佫是我提议的咧，对。我甲伊讲因为第5礼拜的时阵若有第5礼拜，迄礼拜的时阵因就休困，我就讲无咱第5礼拜做伙来，毋是，即届是第2礼拜，即届是牧师讲牧师无恁年底牧师带恁做伙来食物件，所以尾手的时候就去安平去一工真正相慰示意。了后，因做伙出去行行，晒日头安尼大家嘛非常的欢喜。迄一天日头炎热咧无像今仔日安尼，今天是和煦的阳光，那一天是咬人的阳光这是兄弟会，来甲各位报告一下兄弟会咧。兄弟会就是咱安乐圣教会望会当招募兄弟，会当三甲做伙来参加。了后时阵原本招4、5个，尾2个讲无法度去。所以尾手的时阵3仙老公票，去爬大湖。当阮爬大湖，原来遮介好呢。虽然无爬去到山顶，但是阮对楼骹对山骹买这便当去咱看阮食遮好呢。拜托，伫山顶食便当是算啥？奢华级的咧，5星级的咧，无拢食泡面尔咧。所以阮伫山顶安尼食。所以呢，亲爱的兄弟毋是兄弟，亲爱的兄弟兄弟。兄弟，你若是要来参加兄弟会，你甲牧师报名，还是甲春龙兄报名还是甲圣文兄报名？咱的春龙兄伫遐来，这个徛起来者，徛起来，来拍拍一下，谢谢。目前是咱的兄弟会会长所以大家人会当三甲做伙。兄弟会届后摆的时阵就是1年毋是1年啦，1月日聚会一届尔。所以呢，咱三甲做伙，咱若是做兄弟的会当三甲做伙来参加。你若是讲我嘛是兄弟，牧师我无法度像你去定去爬山，我若无定去爬山，我是干那第一届去爬山尔。后届毋知影要去倒位总是沿路行，沿路修正。所以呢，欢迎大家人三甲做伙来参加。迄一天上届，阮伫山顶迄个所在1500，阮爬到1500公尺尔。然后以前你无感觉这足成烛光晚会有无毋过阮其实是伫迄个所在祈祷。我迄一天上感动的有3项代志。第一就是啥？伫3个兄弟同齐做伙祈祷迄个感动迄个感觉真正足好。全部四周围拢总无人无声干那祈祷的声。干那祈祷甲家己拢足感动的，你敢知影？所以这是会当圣经讲啥？兄弟和睦徛起。搁再来第2个感动的就是啥？圣文兄对头到落尾甲这大细的物件拢帮阮款互伊好势。我牧师算较肉骹嘛敢若排10桶，毋知有10公斤无？圣文兄排了差不多15公斤迄个春龙兄嘛是排10几公斤牧师较肉骹。总是虽然是安尼毋过阮爬去较顶悬，了搁爬有落来所以实在是真感谢主的恩典。人生的道路内底有迷茫，但是你有一个向导，这个是春龙兄，这是圣文我是后壁我肉骹嘛，所以行后壁但是我着甲因翕相。人生的道路爱有人带你行，主要所讲，迄条路恁毋捌行过。
但是主耶稣行伫头前，咱对伊行。虽然迷茫，虽然无一定看会真清楚，但是你会知影，因为头前有人甲咱引带。哦，搁再这是哈拿小组，吼，因分享听，同齐邀请 best， 同齐做伙人，用同样的方法，甲人三甲做伙分享。哦，这因同齐做伙食饭，吼啊，小组内底。哦，搁再这是拿西尔小组伫基米博物馆野餐活动。啊，亲爱兄弟姊妹，甲各位推荐啊，基米博物馆是来自一个好所在。我甲即届才知影哦，即届有一个12月底的时阵吼，有韩国的朋友吼来找阮啊。了后的时阵我才知影讲，基米吼，毋是基米病院吼，是基米博物馆哦。基米博物馆摕身份证是免钱的。哦，主要特展以外啦，哦，特展爱买票以外，若无你平常时哦去基米博物馆，哦，你入去内底参观，你台南市的市民，哦，所以免钱，真正哦真水的所在，哦，即摆整理了，毋是即摆整理啦，一直以来伊整理了拢足水的，哦，所以会当好啊使用迄个所在。我看真侪人去迄个所在野餐啊，哦，逐人伫遐翕相啊，拍婚纱啦，吼。所以你若是会当的时阵，要来拍婚纱吼，若伫遐翕，你都无甲伊讲，无你嘛甲伊翕一张安尼啊，伊可能我来甲你翕啦吼。搁再来吼，这是拿西尔小组的啦吼，因灿烂的服饰，吼，这是咱旧年的这个猪年的这个运动会吼，所以就是三甲做伙参与伫服饰，但是大家人拢非常的欢喜嘛吼，因伫社区内底。沿路行，沿路祈祷，哦，了，佮有看小组同齐你看这圣文吼，实在吼体力足好。伊进前2天吼陪阮2个吼，这个春风兄甲牧师。了第3天的时阵吼，佮带遮吼，佮去你一届，你敢知影？哦，我想讲这圣文哦，到遮来伊是安怎高山做无啦，但是即只狗嘛有较大只，安说哈。搁再来吼，这是祝鹏咖啡吼，这嘛是看小组的。你会看讲吼，咱的祝鹏咖啡吼，今仔日吼，迄祝鹏咖啡还无开幕啦吼，就有人咧甲问讲，牧师咱安尼停几个月啊呢？几个月拢无营业啊呢？下周这彭长咧讲啊，彭长咧讲下周就开幕了好啦，感谢主啦所以祝鹏咖啡细细的所在，但是有大大的听伫其中。哦，这是牧师甲囡仔吼三个做伙，迄囡仔吼，迄2个敬拜吼，拢爱走来讲。有迄圣诞节的时阵哦，我去了楼顶伊直顶讲好朋友来了，好朋友来了，到遮来好朋友，人伊毋是叫我牧师。了的时阵哦，伊人敬拜，若是看伫倒位，伊拢爱讲来牧师抱抱，牧师抱抱嘿，安尼所以就甲因做伙。哦，这是一个家庭，你爱安怎？靠得更近，通过食饭，通过小组团契，咱会当靠了靠较近。第二，咱会团了靠较远。咱毋是干那伫小组内底组织，至到吼别人要入来咱的小组，结果拍袂入来，这是真济教会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讲，你这个小组，咱这个小组伫遮，但是新的人要加入来，结果这个新的人安怎，无人甲伊关心，伊真济代志变做安怎，无法度参与。所以，这个小组到落尾就变做一个封闭型的小组，伊就是捌的啦，拍袂入来，加2型的小组，迄2壳总啊，甲人隔伫外口，安尼毋好。哦，所以咱爱安怎样啊？联合族群、恩心年龄层的合作。哦，咱爱必须要下过、跨过这个小组，了后咱会当彼此相听，互相照顾。看过，并且有诶时阵，咱会感觉讲别人甲咱敢会合，亲爱兄弟姊妹，毋是别人甲咱会合也袂。咱爱想，咱甲别人会合袂？咱会去疼惜人袂？当咱咧吟唱诗歌诶时阵讲，愿我会哪疼你？但是主耶稣讲啥？既然是你疼我，你若奉我诶名来接待安怎？世囝当中诶上细汉诶一个，这个人安怎一定会得到赏赐。咱若是奉主的名接待一个使徒，会得到使徒的赏赐。奉主的名，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疼，所以咱去接待一个人，接待一个上细汉的细囝，咱也会共款得到赏赐。所以，毋是人甲咱会合袂，是咱爱学习
咱甲人会合袂？耶稣基督接纳每一个来到伫伊身边的人，伊无讲哦，这个我甲伊会合袂？毋是，耶稣基督讲啥？我甲你会合。下骹站的人要徛甲顶悬站的人会合也袂，可能无容易，因为伊无顶悬站的经验。但是顶悬站的人会落来甲下骹的人相合相合，这是安怎？因有能力，因为因捌过有下骹站的经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毋是干那一直寄望别人来帮助咱，咱家己本身会当学习，成做一个健康伫基督内底有仰望、有能力、有权柄的人。毋好干那定定伫迄个所在听候人甲咱斗相共，但嘛毋好干那伫迄个所在感觉咱无法度去斗相共别人。这拢是咱爱相合做伙，毋好干那伫共温层内底，就是讲啊，古早的时阵，民公兄甲我讲一句话，讲牧师，我来讲，这叫做啥？死缠雷扑龟角啊，知无？这叫做死缠雷扑龟角，什么意思？物以类聚。教会无应该死缠雷扑龟角，教会应该是活的，所以咱会当安那舍去到任何倒一个所在，去和人加群。耶稣基督就是安尼，咱毋是死的，咱是活的，有能力的，有权柄，有听的。所以咱爱甲人相合做伙分享。咱感谢上帝，真嘛对着2、3年前的时阵，咱的教会有一个真大的更新。迄个更新，伫即马咱看无感觉啥，但是伫几若年前的时阵，咱会看到上帝的手一直咧引带咱的教会。这是小西门里关怀据点哦，咱这上清的兄弟，虽然到年长的时阵，但是圣经讲，伊要亲像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伊也要亲像一丛树栽伫耶和华的殿中。到伫年老的时阵，树叶青翠，受苦满了浆汁，所以伊犹原结果子无煞。所以我看感谢上帝的恩典。也看过咱这上清的兄弟吼因同齐做伙来伫小西门里关怀这。你看这互关怀的人安怎？因为受到关怀，安尼笑嗨嗨有无？但是这咱这去探访的，拢是用这上清的兄弟做主体。但是安怎跨族群报佳音的时阵，这小朋友同齐南做伙，这就是跨群组。彼此合作，互相相听，互相来成就传福音的事工。伫这当中你也看过这小朋友做伙去报佳音。其实但了后你看讲含这受探访的咧讲恁这小西门里的关怀据点赞，有无？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教会伫上帝的厅堂内底来关怀这个社区，伫教会内底。出了伫社区、伫城市内底出了得了好名声，了伫圣诞节的联欢会内底，咱会遮你看这全部合法的，我看可能千岁团但是安怎？虽然有会，但是犹原是心中18岁啊！为主我要吟诗我甲上好的献予上帝。诚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通过安尼，互人看见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因的活命的美好。迄一天来了坐甲满满的人原本是100通的，到尾来200几个人。搁再来，这是菜市仔小组伫每一个礼拜四做伙去到伫城安圣教会伫阴暗的时阵，跟三甲做伙陪伴，跟做伙跳赞美操。会当伫迄个所在来分享关怀。了，这是每一月日伫友和日照中心这是跨小组的牧师娘引带了，甲一寡这个美恩老师个这个个另外一个老师这小啥物货到新市迄个啥物名？小婷对感谢主。所以同齐做伙伫这个所在，你会当看见。伊嘛是伫个所在，
好调的时阵，有一寡兄弟姊妹，因会三甲做伙举手，同齐做伙伫遮来相信上帝，甲上帝三甲同行。了后，咱伫每2个月，伫文南里活动中心，这是乡北小组，2月日一届伫文南里活动中心，了后印刷服侍遮个年长者，因甲遮个长者同齐共餐，这个水英节啦，这甲咱的工位兄，这好野阁有剩的这个非常的用心，同齐做伙去到伫个所在，2月日去一届。每一届去的时阵，因拢真期待非常欢喜，三甲做伙伫遐。这是咱看到遮乡北小组的遮姊妹，因三甲做伙同齐伫迄个所在服侍。每一个人负责一个项目的节目，安尼就会当伫迄个所在带来一个真大。这民工遐看组的啦，逐组都拢甲伊邀请嘿，对。对即组到迄组，对迄组到即组，逐位拢总有。所以感谢主这民工遐人即话伊分萨克斯风，分甲电脑对伊拢对了袂歹嘿。这感谢主的恩典。所以真大的祝福。所以呢，你甲看会当，就是一个小组起来，大家做伙其中来侍奉。瑞泽哥哥来，拜托帮我这个连上去，他应该自己就会跑。他这个是在咱教会伫我迄个。来，他出不来吗？拍摄哈。好，这是好，谢谢来。这是伫文录啦好，我就该讲的你斟酌甲听咱工位嘛是安尼，逐团拢对有对的。这是伫门诺幼儿园区啦伫这当中，不管这带咱这乡亲的兄弟，乡亲来服侍乡亲，真侪因真大的祝福。你看咱真德姐安尼银发斑斑，水当当的对所以你也看讲就是到伫咱年岁有的时阵，咱犹原会通做主真侪美好的工。好，回过头来到 PPT， 谢谢。所以，咱伫每一届的服侍内底，其实毋是干那去陪伴因。咱上界重要一个目的是啥？要传和平的福音，互远处的人，也互近处的人。然后，咱看到圣诞节这期这个班级报佳音，班级报佳音，好 ，OK， 这也袂好，歹势，这拍了毋对。这是约书亚小组。因这是也是今仔日要就任牧属员啦属员执事伊伫台银安南分行做经理。了的时阵呢，伊就邀请约书亚小组甲咱教会一寡兄弟姊妹，伫即个7月时的时阵，人拢咧普渡，但是伫即当中呢，就特别伫迄个所在来举行一个平安礼拜伫当中。原来带来一寡这个问题，就是有一寡人讲是安怎会当伫这个所在来举行这个平安礼拜，所以银行内底有人去甲伊检举，去甲伊告。但是呢，就是牧属员即事呢，伊伫当中也甲因说明了真清楚，来讲这是一个伊无动用到银行任何一仙钱，并且呢，伫这当中呢是通过这个咱邀请就是互教会来到遮，为着咱求平安了后的时阵因为银行内底所有遮同仁，因嘛拢总有买物件出来伫门口拜拜但是牧属员就是讲，虽然是安尼，因会当用因的方式，但是我徛伫我的信用内底，
我相信平安是对上帝所来，所以因来当做，我嘛是会当做。过去因做遐尼侪年，都无代志。安尼，我徛伫信仰的角度，因嘛是徛伫信仰的角度，安尼应该是拢总会同的啊。所以现此时抑阁有淡薄即个代志的尾啊遐，咱也为属愿执事来祈祷，求上帝引带伊，也通做一个德行的见证伫咱当中，了后，这是约书亚小组，伫文官这因兜今年年底的时阵，同齐做伫因兜食饭。这是瑞文老师，伫班级报佳音。瑞文老师，伊伫当中呢，伊即届走来甲讲，伊几啊年前的时阵，就开始有想办法，要去即个因的学校的班级内底报佳音。感谢上帝恩典，今年真正有成型啊！所以你看，这个囡仔因伫同齐来听报佳音的好消息，是何等大、何等美好的代志。好来，拜托咱甲我放一个，谢谢。感谢主吼，你会通看，伊就是安尼真用心去计划，了到伫今年的时阵，总算会当进入到伫一寡的班级，无全校啦，但是进入一寡的班级内底，伫迄个所在来报佳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通过伊伫学校内底学习，也甲福音报传互因学校的学生。你知影即马要伫学校内底传福音，非常的困难。但是，就是真用心祈祷备办，了去调集因学校或者基督徒的囡仔，一寡干培训，互因唱歌，同齐做伙来报佳音，传好消息。感谢主的恩典，特别伫今年内底，咱的主日学小朋友甲老师去这个 YMCA 德辉院伫遐去报佳音，去甲伊照顾这年长者陪伴因。这是一个真大、扩大的这个福音的事奉无论是老师还是这小朋友，同齐做伙伫遮关心咱台湾超高龄的这个年长者。蔡市小组这一届的时阵佫去到太阳川伫迄个所在来举行庆祝这个圣诞的庆祝会。你看这个所在遮有一寡字你可能看袂清楚，但是我甲你放大，互你较大的伊这个看板内底遮是写啥？台南安乐圣教会。但是实际上这对头到落尾，就是咱出菜市仔小组甲一寡兄弟姊妹同齐做伙去。但是实际上，这个活动对头到落尾，上界重要是啥？潮州圣教会因去募款，因去主办，因去提供礼物等等，咱才有这个机会。所以工课是因做，结果啥？功劳是咱得，安尼听无？所以毋过我就甲伊讲好啦，感谢。真正恁足辛苦，但是我相信上帝照伊所讲的，野种的甲收割安怎同齐欢喜。所以愿上帝赐福纪念因。所以咱教会各小组有遮个同齐美好的服侍，咱起来回应主的呼召，求上帝录用咱，互咱教会成做传播救恩，互人得主拯救的教会。什么人愿意起来？什么人就望主的使用，也要对上帝得到永远的产业。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是2026年新的稳定的一年。上帝欢喜透过咱来录用咱，互咱会通靠了更较近。兄弟姊妹当中靠了更较近，彼此更较互相熟悉。咱无分台语堂、国语堂，无分小组。乃是每一个拢是属于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躯。咱已经合作一，咱要做的这样代志，同齐上界大当得的荣耀，就是会当传福音，互远处的人，也互近处的人。这段话真有意思。伊讲咱同齐做伙来读请。耶稣毋是来建造一个满意的
顾客群信徒，乃是来呼召一群愿意放任家己来对待伊的军队者。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教会有伊的咱看了可能无真正合咱意的所在，但是教会上介大的存在重要是啥？耶稣基督呼召一群愿意，主啊，我无坚持我家己的意见，乃是主我军队你，我要真做军队者来军队你。所以是伫这当中，咱愿意讲，主我若是甲你意见无共款，主我要照你的意见，毋是照我的意见。所以这是基督信仰内底一个介重要的核心。了后，咱正月初10有一个主日崇拜的训练会。这次兄弟姊妹，你时间上若是稳准咱即摆现主是报名已经报40-50个、48个的款。总是呢，通过这个服侍，咱会通加入服侍的群体所以咱求主帮助咱，互咱伫遮咱的上帝堪得上好的。所以咱伫服侍顶面，就是任何倒一个工课，咱拢要甲伊做互好势。了后到伫2月初2到2月初6，其实真紧就到，剩1个月。咱儿童夏令营儿童夏令营过去举行，即马咱对今年开始，5望以后会通继续儿童冬令营。伫教会了后，咱会通邀请咱的囡仔，亲像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互囡仔来到我的面前，因为伫上帝国才是安尼的人。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的囡仔，若是继续互电脑甲伊控制，后盖伊就活甲世界共款，好认上帝。但是咱若甲伊带来教会，伊就会伫基督内底来得到美好的成长。所以2月初2到2月初6，咱会当三甲做伙来，邀请大家人同齐做伙来邀请咱身边、厝边、隔壁这囡仔，鼓励因来。所以咱邀请，互因三甲做伙来。搁再来2月初7，就是迄个营会了后是冬令营了后的时阵。咱有一个伫小西门里活动中心，本来是要办伫咱教会，但是爱搁搬移山倒海所以买手的时候决定放伫教会这个活动中心迄个所在遐。全教会联谊聚餐分享会，一家一菜来进行所以邀请兄弟姊妹来参加。咱会甲招待做登记有一寡兄弟姊妹已经报名伊去登记。有人讲牧师我毋知要穿啥，我就会甲伊讲，我会讲龙虾3只。鲍鱼6尾，搁来虾10斤，安尼就好毋好穿伤济，袂食袂了。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若问我要煮啥，即盘就是我要煮的，安尼知无？我的意思是讲啥呢？毋免烦恼啦，就是其实迄是一个啥？分享甲联谊，要互咱怎靠得更近，就是靠得更近。当无有啥物代志是无法度伫一顿饭顶悬来解决的，那一顿饭无法度解决，安尼就2顿对无？2顿无法度解决，安尼就3顿食久就会变朋友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主要所讲啥？咱就爱彼此相听，通过安尼咱会当彼此分享牧师就较无，就差安尼就好。你若搁比牧师搁较无，安尼无就试过炒的就好，无炒一菜脯卵来嘛好。亲爱兄弟姊妹，咱就是彼此相听，咱就是彼此相听。但是你若是有呢，你就真正稀奇甲伊用咧6百1斤8两迄两拢甲摕来我紧。教会应该就是爱安尼，彼此接纳，毋是看大细汉。咱如果若相信，伫上帝厅堂内底，咱拢是上帝的囝，咱拢是兄弟姊妹，咱应该着食共款的饭，就是大家人三甲做伙路用。所以求主伫这当中，来咱来读这句话，预备请烧酒来做一寡上帝欢喜、祝福别人的代志，靠搁较近，团搁较远。2026年，上帝欢喜，互咱安尼来行，安尼来做。我相信这个代志也是要伫当中继续甲三甲伫主的面前同齐进入伫上帝厅来
那个帮我传一下。了后呢，咱伫教会交代到迄个所在有放一个这个物件，就是2026年的行事历。伫这当中啊，咱有互各位通看见啊，这个单就是望讲，互咱会当大概了解讲啊，咱教会现处是咧做啥物会。啊，甲各位介绍者吼，即个紫色的即个字吼，即拢是牧师要去培训的所在。了后时阵，你也看这圆圆胖胖的即个字哈，圆圆胖胖的即个字，这就是咱教会的圆圆胖胖的即个字，这是咱教会的。啊，你看这吼闪闪啊吼，啊，亲像用钢笔写的这是教区的代志，啊，这是教区的代志。啊，这款的吼啊，这是。这叫做啥？细明体的，哦，这款呢一般的出字的，这是总会的代志，哦，所以大概咱会当通过安尼字体的标示的无共款来做伙来啊，看出这是啥物所在的工课。大部分拢有标示啦吼，啊，所以呢啊，咱会当摕纸本啊，原来有公布伫咱教会的这个公告群组，啊，遐有电子版的。啊，应该唔知抑阁会当下载啊未？若是袂当下载吼，若超过1礼拜袂当啊来下载的时阵，咱就到伫会阁甲伊打倒起哩。老师要甲各位讲诶，2026年新的一年，课阁较紧咧，团阁较远咧。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2026年课较紧咧，团较远咧，甲伊讲来。咱三脚仔头来祈祷。主，这是荣耀新的一年，愿这一年，愿照主你所予阮的意向，愿靠搁较近，团搁较远，甲上帝你，甲亲爱兄弟姊妹，靠较近，甲上帝你听的福音，借着阮，会当团搁较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主的恩典，特别呢，今仔日咱要来有新任的同工的就任，来邀请这个蔡瑞恩以及谢春芳两位兄弟来到头前，咱要三个做伙来为因行就任的礼仪。来，请两位徛伫头前，谢谢。首先呢，要来邀请谢春芳先生、谢春芳兄弟，安乐圣教会聘书。现处是阮聘谢春芳先生担任本会执事责任，用伊在地协助牧师伫教会各项的圣工的服侍，同心兴旺基督的福音。任期3年，自2026年正月初1起到2028年12月31日止。求上帝赐福伫你所侍奉的顶面。来，谢春芳先生，谢谢。拍破。来颁发就任证书。现此时，奉教会的任命，蔡瑞文兄弟，望主的呼召，经过教会同工。祈祷确认，自民国115年正月初起就任安乐圣教会主日学校长一职。愿上帝带领引带你，用基督的听、牧养、甲教导，用圣经的真理引带囡仔，行伫应该行的道路，培育敬虔听主的下一代基督精兵。愿主赐了智慧、能力、甲喜乐的心，伫侍奉中显明上帝的荣光，成就伊美善的工作。安乐圣教会主任牧师，来，请瑞恩兄弟，谢谢。同齐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愿现此时伫你的面前，按立聘任谢春芳兄弟做安乐圣教会的执事，聘任按立蔡瑞文兄弟做安乐圣教会主日学的校长，有这个权柄是对你所来，愿你照着你家己丰盛的恩典，并你家己能力
慈爱，以及属天各样的智慧聪明，想事伫两位的身上，互因伫无共款的职位顶面，同齐同心，为着所信的福音，齐心来努力。愿赐平安的上帝，互因全然成圣，就着因侍奉所需要一切，祝你家庭平安、智慧、能力甲权柄。互因所行所做，利益教会，祝福众人，见证上帝。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有亲爱兄弟，甲各位介绍，蔡水温校长，谢春风执事。来，谢谢，感谢做稳定，谢谢等一下哈，谢谢，啊。好，谢谢各位献会，来，谢谢，感谢主。好，搁再一个拍拍来感谢上帝稳定甲听堂，谢谢，好，请回座，谢谢。来，特别吼，咱也爱感谢咱所敬爱吼，咱的会军者，来，亲爱的慧君校长，来，谢谢。亲爱的慧君校长，17年来衷心用校长的身份来投入儿童主义学侍奉，用活命的好模范做见证，建造真济青少年的生命甲世间的生命，为着教会的下一代带来极大的祝福。上帝要纪念你伫伊面前所献的一切，随听你有声无声流目屎迫切的祈祷。也继续祝福你有丰盛的稳定，愿平安喜乐常甲你三角同在，安乐圣教会以上。来，谢谢，感谢主，谢谢，来，这送给你的礼物，谢谢，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用热烈掌声，感谢慧君校长，谢谢。毋知有新来兄做无？是无？咱即时要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咱有真侪真好侍奉的模范，亲像慧君校长17年呢，哦，你知影校长的就任书吼，顶悬无写字呢，有写就任的日子啦，无写下任的日子，所以因其实所侍奉的是非常的用心。总是咱感谢主的恩典，仰望上帝继续赐恩伫咱当中，互咱每一个人忠心直主，尽一生来听主。咱同齐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三角起立，来吟唱诗歌，同心来奉献。
灵，为那听灵，世间虽有艰苦，有阮烦恼，伊人有主通靠。欢喜乐乐，我心念是无你，那句话那听灵，话那听灵，话那听灵。随梦归那岁月，人是世声，我心犹原勇敢，对你来行，一切祈祷无你。那句话那听你，愿我听你，愿我听你。愿全能的主上帝，伫新的一年业立你所有一切奉献，佮愿你心心灵得望伊的保守看顾。互你的灵、你的魂、你的体，拢伫基督的真理内底勇行。虽然肉体一日一日渐渐衰烂，但内心却是一日比一日也搁较新。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保守，互你全然正性，互你的灵、你的魂、你的体完全无通指责。直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对伊得到称赞。甲正圣徒同齐进入伊为伊所有备、荣耀永远的国度，甲上帝三甲同享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今日第一堂就会到这，过一段落。上帝赐福大家平安。